早期我哋已經講過鋪頭登記、選定類別、裝修鋪頭、揀選鋪頭貨品同埋點上傳商品。咁今日我哋就繼續了解剩低嘅5大秘訣啦。6. 優化商品。商品優化係提高銷量嘅關鍵步驟。以下係一啲建議。1. 數據分析。上架一段時間之後，分析商品數據，了解邊啲商品表現良好，邊啲需要改進。2. 標題優化。用 Shopee 熱搜詞工具或者第三方工具，例如 ElectroHusk 捉取高轉化搶尾詞，結合本地語言習慣優化標題。3. 圖片優化。用高質量嘅圖片，確保產品展示清晰，吸引顧客點擊。4. 詳情儀優化。提供詳細嘅產品描述同規格，用關鍵詞提高搜索排名。價格優化。根據市場情況同成本調整價格，保持競爭力。活動同廣告優化。學習如何更有效利用活動同廣告提升銷量。7. 營銷活動。營銷活動能夠提高鋪頭曝光率同銷售額。以下係一啲建議。1. 大型促銷日期。了解並利用大型促銷日期，例如9月9日、10月10日、11月11日同埋12月12日等。2. 固定活動。參與每月固定嘅活動，例如超級品牌日、閃購星期5等。3. 本地化活動。關注目標市場地區嘅本地化活動，例如馬來西亞嘅 Raya 節、印尼嘅齋月等。4. 備貨同報名。提前備貨並為主推商品報名平台秒殺位。8. 對接貨代。對於無貨源一件代發嘅鋪頭，貨代係必不可少嘅合作夥伴。以下係一啲建議。1. 了解貨代作用。貨代負責重新打包商品，貼上國際物流免單，並送到中轉倉。2. 發貨流程。熟悉完整嘅發貨流程，確保商品順利到達買家手中。3. 成本。了解貨代嘅費用，通常為每單3蚊港幣左右。9. 售後處理。有效嘅售後服務能夠減少損失並提高顧客滿意度。以下係一啲建議。1. 降低損失，仲可能減少售後損失，例如透過改進產品質量等。2.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遇到售後問題時，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合理嘅決策。3. 溝通，與顧客保持良好嘅溝通，解決問題。10. 廣告打法，廣告係提升銷量嘅重要手段。以下係一啲建議。1. 廣告類型，了解唔同類型嘅 Shopee 廣告，並掌握各自嘅打法。2. 效果，廣告能夠帶來流量，但轉化取決於產品本身嘅基礎轉化率。3. 技巧，學會如何有效投放廣告以獲得最佳效果。Shopee 廣告嘅核心理念，簡單嚟講，就係精準嘅流量重擊以及動態調價嘅策略。呢需要結合平台嘅演算法特性以及用戶行為嚟制定策略。舉例嚟講，可以採用廣告類型嘅選擇矩陣模式、關鍵詞廣告嘅深度策略、關聯廣告嘅爆破技巧等等。關注我哋將針對每一種策略為觀眾朋友進行詳細嘅解釋。